经纶的神早已计划定义，要产生基督的身体，做他生机体，使他的作果真于彰，先要拿此目的神来承认，使人产生以连接与调和的方式来成就，并接种的方造会为手续，在神圣的生命里相调，好带进身体实际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